香港西九龍高鐵直達，帶你穿越湖南秘境郴州，4日3夜山水盛宴，而家出發。首日抵達，食完當地特色宴之後，直去望山五指峰，搭纜車穿越雲海，將奇峰險境盡收眼底。夜晚喺歡迎晚宴嘅歌舞之中開啟。第二日沉醉東江湖，捕捉漁夫撒網嘅絕美瞬間，喺龍景峽谷感受瀑布清涼。中午試鮮美三文魚豬肚煲雞宴，坐船欣賞湖城雙影嘅獨特風光，跟住漫遊長卷林一仙都，感受歷史韻味。夜晚去御後街自由揾食。第三日上晝探索中國白銀第一方，感受白銀工藝嘅魅力。中午體驗特色播機宴，下晝盡情探索絢爛高爾嶺，見證大自然嘅鬼斧神工。呢一片被徐霞客讚嘆為無寸土不麗、無一山不奇嘅丹霞秘境，每一眼都係震撼。最後一日探訪蘇仙嶺，喺流繞雲霧之中感受仙境韻味，同旅程寫低完美句號。連續3晚入住維也納國際酒店，成個旅程更加從容自在。4日行程，美景同美食兼備，保證你不枉此行。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